黃若雲係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嘅3年級博士生，主修社會樞紐創新創業與公共政策。佢嘅求學之路與大灣區緊密相連，從廣州嚟到香港中文大學攻讀碩士，畢業後返回廣州繼續深造。因為科大廣州最吸引我嘅一個點就係佢好鼓勵跨學科嘅研究。咁我本身做嘅可能同傳統嘅研究就有所唔同。咁科大佢係鼓勵我哋用啲新嘅方法同埋新嘅技術去突破傳統學科嘅一啲局限。咁同埋佢都提供咗好多平台俾我哋，係真係將研究嘅成果係運用於社會發展。佢參加咗學校嘅一個計劃，嚟到香港科技大學嘅香港校園進行學術交流。有好多學生活動啦，好似Sport Centre 啊之類嘅。咁除咗上堂啦，我哋都可以參加好多學術相關嘅 seminar 啊，同埋一啲其他嘅學生活動。我自己其實嚟圖書館最多啦，因為我覺得首先係個景好好啦，咁同埋有好多嘅資源啦，唔理係電子嘅或者係紙質嘅，其實我有好多嘅資源，同埋都有好多嘅workshop 可以參加。香港擁有享譽國際嘅高等院校，特區政府支持香港高等院校喺大灣區內地城市開展不同形式嘅合作辦學，為國家及大灣區嘅發展培育人才。其中，香港科技大學喺2022年與廣州市政府合辦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係首家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嘅內地與香港合作辦學機構。港科大廣州融合內地與香港優質教育資源，有效推動兩地高等教育優勢互補。兩校進一步深化跨校園學習安排，實施學分互換互認，並通過科目共享機制，增加部分學科名額，以促進兩校學生嘅深度交流。就係兩個校園點樣可以互補，而咧係希望可以為國家、為大灣區可以培育未來嘅呢個創新嘅人才。所以喺呢個理念之下咧，我哋係好希望兩個校園咧嘅老師啊同埋學生咧係多啲交流。一個就係紅鳥跨校園學習計劃，呢個亦都俾學生機會咧係可以喺呢個計劃下邊咧可以，譬如有啲科目可以互選啦，有啲學分咧佢都可以互認。作為大灣區首個將傳統學科同融合學科結合嘅跨境跨校園研修計劃，兩校創新互聯嘅課程設計係紅鳥跨校園學習計劃嘅重要一環。喺符合相關要求同埋批准下，兩校嘅同學可根據個人興趣同埋學術水平，互相修讀對方校園所開設嘅科目，而相關學科嘅學分可獲認證及轉移。目前共有大約1500個科目供本科生報讀，涵蓋數據科學與分析、人工智能等熱門學科。參加呢個計劃咧，係可以咁充分利用兩個學校之間嘅優勢，咁最大化唔同嘅資源。呢個學期我都同呢度嘅 professor 有啲合作嘅文章。第二個方面係對於我自己個人嚟講，咁我讀 social science 嘅，比較關注喺數字化嘅呢個背景之下，公民同埋政府係點樣互動嘅。所以我哋好關注唔同嘅政治環境或者文化背景下，咁呢種互動會有咩唔同？我覺得香港本身就提供咗一個好好嘅 context，係俾我哋去探索呢個議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建設教育和人才高地，推動教育合作發展。香港擁有5所全球百強大學，憑借高度國際化嘅優勢，為大灣區及國家發展培育優秀人才。特區政府一直全力配合落實國家教育部同廣東省政府喺2020年底發布嘅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合作發展規劃，支持香港專上院校喺大灣區內地城市開展合作辦學，積極鼓勵香港高等院校喺大灣區內地城市探索採用更靈活及創新嘅辦學模式。
推動佢哋喺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校園嘅更緊密合作，以及促進教員及學生嘅流動，致力培育國家發展所需嘅人才。我哋嘅老師咧，佢哋有好多啲研究成果，但係啲研究成果點樣可以由實驗室推出去？其實呢個轉化嘅過程咧，係需要多方面嘅考慮，亦都需要同企業合作啊咁。咁喺大灣區唔同嘅城市，譬如廣州啦，佢哋其實有即係好高嘅質量嘅轉化嘅平台，同埋佢哋嘅生產力係好高噶嘛。就係我哋科研嘅力量。點樣同大灣區其他嘅城市，佢哋有好完善嘅生產線，即係點樣可以大家優勢互補，而達到呢個協同效應，產生呢個1+1大於2嘅效果。郭業係科大廣州機器人戰隊隊長，經常同香港科大嘅同學交流，認為獲益良多。隊伍之間肯定我們是有交流的，就是本部像科大那邊，他們也有一支戰隊，然後並且那支戰隊的話，參賽的年份要比我們久很多，然後我們平時也會進行一些技術上和管理上的交流，在管理經驗這一塊上面，他們會比我們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這個更成熟的制度，而且特別是因為他們在香港，感覺他們視野確實會更加國際化一點，他們在一些管理工具啊、管理體系上面的使用，我感覺都和我們內地這邊確實有比較大的不同。目前除咗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亦都喺大灣區不同內地城市設立校園，開設多個範疇嘅本科專業及研究生專業。近年，越嚟越多香港學生積極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參加學習交流。例如香港醫學會自舊年開始組織香港醫科生到國內醫院進行短期實習，拓闊視野。喺過程裏邊咧，佢哋會見到病人啦，睇到一個醫生點樣去處理一個病人，由開始見佢去到可能需要動手術啦，或者術後嘅情況啦，或者唔係單睇一位病人，而係好多位，成個制度上係點樣進行咧？譬如上邊嘅醫保同香港有冇咩唔同咧？咁公家醫院同埋私立嘅醫院喺上邊係點樣運作嘅咧？ Obviously, as an incoming fourth-year clinical student, like medical student, I think it's quite important for me to enhance my medical knowledge and also my own clinical knowledge as well. And to do that in a hospital such as the Shenzhen United Family Hospital, with its unique and diverse repertoire of patients and also doctors, is quite an invaluable opportunity. So I think it's quite useful for me to join this. 跨境醫學實習促進咗兩地嘅相互了解，並提升大灣區嘅醫療質量。It's reinforced my understanding of mainland and Hong Kong collaboration. So I understand that this hospital has some Hong Kong patients coming in too. And so I think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can only be a good thing for healthcare in general. 佢哋除咗跟教授咧，亦會同當地嘅醫學生咧做一啲學術同埋生活上嘅交流。咁呢一方面咧，對於大家因為兩地嘅制度、生活甚至語言都有唔同嘅時候咧，對於我哋香港嘅醫學生咧係一個非常之寶貴學習嘅機會。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未來人才搖籃。政府嘅目標係發揮香港嘅優勢，吸引嚟自世界各地嘅優秀人才，讓本地學生擴闊國際視野，從而培育多元人才，增強香港發展動能，並貢獻國家建設。自2024-25學年起，政府資助嘅專上院校非本地學生限額提升1倍至40%。專上學院可因應本身條件，循序漸進吸引更多海外，尤其係一帶一路國家同埋內地學生來港升學，以高質量嘅教學同配套，提升專上院校嘅規模同埋質量。
另外喺國家教育部同意下，教育局亦逐步放寬6間自資院校招收內地學生限額。有關安排將可善用香港自資界別靈活多元嘅優勢，為國家同香港培育人才，支撐國家同香港高質量發展。下一節，我哋將會探討香港高等教育嘅優勢，點樣匯聚海內外人才來港發展。香港專上教育高度國際化同多元化，係唯一擁有5所世界百強大學嘅城市，係國際高端人才交流合作嘅集聚高地。政府支持香港與內地高等教育協同發展，支持兩地院校優勢互補，包括科研合作、學生交流、人才培育、合作辦學等，推動教育更高質量發展，增強香港發展動能，貢獻國家現代化建設。香港嘅專上教育唔單止重視學術知識嘅傳遞，亦都注重與社會各界嘅交流同互動。呢種互動唔單止激發創新思維，促進教育質量嘅提升，仲有助於社會嘅全面發展。香港大學將知識交流、教學同埋研究列為佢哋學校所有活動嘅3大核心支柱。Hong Kong, and in particular SKU, is very international, which offers opportunity to interact and work and collaborate with people from all across the planet. So that means that we hav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and to develop synergies with scientists working in different fields that are coming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which enrich obviously our experiences and our research here. 胡安傑戈係香港大學助理教授，曾經喺哥倫比亞、西班牙、智利、美國及澳洲學習同埋工作。2018年嚟到香港，佢與研究團隊專注於研究氣候變化對海洋物種帶嚟嘅影響。近年喺海草儲碳以及沿海藍碳生態研究取得進展。佢認為香港唔單止擁有獨特嘅海洋生態，仲能夠通過同香港及內地大學與科研機構進行知識共享，深化研究成果，意義重大。One of the strengths of Hong Kong and HKU in particular is the network that exists with mainland China and the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s through knowledge exchange as well and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that we develop here. I've been across to mainland China a few times. So I've been to Beijing, I went to a UN Ocean Decade conference in Qingdao, Shenzhen a few times, Guilin. Yeah, so I think the UN Ocean Decade conference in Qingdao was probably the first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firsthand Chinese academics, because obviously there was a big focus there on the research going on throughout China, and it was incredibly impressive actually what the research that's coming out of China in terms of seagrass restoration. 國家致力於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胡安傑戈嘅研究涵蓋咗香港同大灣區，佢認為對內地嘅環境及經濟發展都有益處。Things associated to climate change, for instance, global warming or ocean acidification. All of these ar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ing the CO2. So internationally, many groups are trying to look for carbon credits. Yeah, China is one of those countries leading the carbon accreditation. The Great Bay Area is one of the areas in South China with strong emissions of CO2. So by doing these nature-based solutions in the Great Bay, we can also offset some of these emissions, restoring seagrasses, mangroves, and other coastal ecosystems. 大學嘅科研理論經實踐後，研究成果得以轉化為產品，實現商品化，並投入後續嘅研發，形成良性循環。我細個咧喺廣州住喺一個比較差嘅環境啦，即係間樓咧個棟樓好舊嘅。咁咧其實我到咗暑假夏天咧就唔想出街嘅，好熱，因為隔熱都好熱嘅。
正因為呢一段童年經歷，朱毅豪喺內地完成本科學位後，嚟到香港修讀碩士同博士，專注無電製冷技術研究。喺香港城市大學就讀期間，佢獲得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160萬嘅資助。喺2021年創立公司，研發相關產品並成功銷往海外。我哋本身做研發嘅初衷都係希望我哋呢個技術可以俾更加多人可以受惠啦。如果你真係想呢個社會上面對你嘅研究成果係有認可，係唔淨係停留喺個即係發 paper 嘅層面咧，咁你實際將佢使用出嚟咧，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如果有一個 ecosystem 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嘅科研人員係好有 resources 或者係好便利咁樣將佢轉化成產品咧，咁我諗呢一個係有好大吸引力。佢表示，除咗資金支持外，政府仲協助佢解決創辦初創企業過程中遇到嘅各種挑戰。譬如話我點樣去做推廣，點樣去做一啲branding 啊，做 marketing 啊，點樣我開個公司之後點樣 run 間公司咧，點樣做 finance 咧 legal 咧，咁我哋其實全部都唔識嘅。如果你開發一個全新嘅產品，你要做好多 testing， 你要同工廠或者你要同一啲生產設備嘅一啲供應商去做好多溝通，去做好多測試。咁好多初創其實佢未必有咁嘅資金去到做。特區政府致力推動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促進大學科研成果商品化。創新科技署喺2014年推出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目的係向6所大學提供資助，以支援佢哋嘅團隊創立科技初創企業，將佢哋嘅研發成果商品化。香港嘅大學團隊科研水平好高，亦都匯萃咗世界各地嘅人才。好多我哋嘅初創企業嘅創意咧，其實都係嚟自喺校園裏邊嘅創意環境。截至到2025-26年度，獲得 TISU 資助嘅初創企業咧，係一共有624間，涉及嘅款項咧係達到5.6億元嘅。香港嘅一啲創科園區，譬如科技園公司、數碼港等等咧，都有唔同嘅措施咧，係幫助初創企業嘅發展，譬如喺研發設施啦、商業營運啦、市場營銷、投資者網絡方面咧，係支持初創企業喺唔同階段嘅發展。政府喺2023年推出產學研1家計劃，以配對形式資助大學研發團隊，每個獲批項目可以獲得1000萬至到1億元資助，鼓勵更加多有潛質成為成功初創企業嘅大學團隊，將佢嘅成果商品化，鼓勵產學研合作，促進香港高質量發展。首兩批獲產學研1家計劃資助嘅49個項目，資助金額超過20億元，涵蓋健康及醫藥科學、新材料與新能源、人工智能與機械人、中醫藥及資訊科技等領域。香港嘅高等院校積極喺大灣區內地城市設立校園，內地院校亦都嚟到香港深化交流合作。2024年底，廣州中山大學喺香港科學園設立高等研究院，目的係結合大學本身嘅優勢同香港嘅發展需求，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嘅科研機構，擴大國際學術交流與教育科研合作，吸引全球人才嚟香港同內地發展。中山大學來香港設立高等研究的目的，就是想用好香港作為一個世界的超級聯繫人的這個地位，來推動內地高校的國際化的進程和延攬國際化頂尖的人才。因為香港呢具有獨特的這個多元的國際文化和多年在國際上這個交流的這個優勢。所以呢，它的法律、司法體系啊和金融體系跟國際接軌，所以想呢，我們如果通過這裡呢，設立一個平台，能夠更好地吸引世界頂尖的人才回到中國來從事學術研究、科技創新和服務大灣區的產業化的提升。香港的話，首先它這個人文環境啊，它是非常尊重知識分子。
而且呢，给学者有很宽泛的一些，包括政策呀，包括资源呐。我们在香港的话，我们可以查到就所有的很重要的开源信息，甚至可以查到很多很重要的数据庫。在這方面的話，包括8大高校也跟我們一起合作，有相互的支撐。香港積極與大灣區城市優勢互補，結合香港基礎科研嘅優勢，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嘅創新元素同先進製造業實力，為國家科技強國建設貢獻力量。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剛喺9月1號公佈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100強創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廣州集群排名升上全球第一，給予3地多年嚟投入喺科研、人才同教育方面嘅肯定。8月底，全國重點實驗室授牌儀式喺香港舉行。國家科技部一直大力支持香港高等院校以及在港實驗室嘅工作。15所授牌嘅全國重點實驗室都係嚟自全球8強大學，彰顯香港嘅科研實力。喺一國兩制下，香港憑借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積極擔當國家同全球之間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嘅角色。在港嘅全國重點實驗室將提供重要平台，促進同海內外頂尖大學同科研機構嘅合作，匯聚全球優秀科研人才，助力香港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下一集，我哋會睇睇香港舉辦嘅國際大型盛事點樣吸引世界各地嘅人到來。